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甲低压带影响哦，将台湾有真侪县市雨拢落袂停。新北市10指的标准检验过围墙，那亲像是抽水管破去，结果围墙放落来。各地哦嘛拢传出部分的灾情。气象署预估，这阵大雨会落到明仔载拜二的头早。今时期翕到树叶放落去当阵，土粉也甲规个水规个拢抢出来。这是10指标检局附属单位的树叶，初步看起来是抽水管逼开了，水阴伤悬，树叶才会放。那据了解，这边是抽水管最原始的抽水管有破裂，那也许是因为这样子导致这个围墙，这边围墙过去这边水压力越来越大。雨落袂停，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加低压带影响，昨气象署对全台湾10几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也出现一寡灾情。贵人河伫暗时水位有到50境界，将对当地居民汇报上新的情形。落雨天，路骨阁看袂清楚，塞车爱注意。昨暗伫新庄的中原路甲昌平路口，2台车去歪掉，好加载人只个轻伤。经查黄女驾驶自小客车行驶时与同向叶兰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导致黄女的车辆翻覆，造成黄女及叶兰车上的张女受轻伤。大家拢想要知影雨会落到当时。气象署估计，雨会一直影响到拜二透早。伫拜二日时，低压带就会离台湾愈来愈远。因外注意伫今仔日台湾西半部加宜兰规工，可能还有局部大雨或者是雨雨。降雨可能在下半天、下午这段期间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容易有强降雨的情形。所以虽然整体的降雨已经比昨天跟前天稍微缓和许多，但是今天的下半天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跟花莲地区仍要注意这种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拜三、拜四过了，水气会愈来愈饱，北部加东半部地区可能也是有一寡局部降雨的情形，不过就袂有这么明显的强降雨。不过出门的时阵，雨满雨伞也是会传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继续受到葡萄爽风台外围环流、有低压带影响，各地雨水嘛是阁真高。咱来看温度，气象署伫今仔透早嘛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基隆北海岸、湘北市的山区、宜兰各部分所在会落大雨，也是落大水雨。湘北云林以南、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嘛有可能会落大雨。对昨到今仔，湘北市有基隆拢落超过300毫米的雨量，新北市的滨溪雨量超过428毫米哦。另外，方面通过北部的海面，所以北部的温度会较降高。南部地区哦，嘛因为侪云佮落雨，各地温度是伫29度到31度，暗时哦大概只有24度到26度。再来看花莲的鲤鱼潭太平洋杯铁人3项传出意外，有一个选手受水受到一半肚水，找到人的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了，送病院嘛救无回来。花莲鲤鱼潭22早起举办太平洋杯铁人3项比赛，吸引来自国内外超过1000名选手参加，挑战游水、脚踏车、甲路跑3项全能运动。是要到过程中所发生意外，这参加选手疑似无涉及肚水，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还在跟家属沟通后续的处理事宜，我们都一样后续统一说明。本分局到场时，男子已由救护车送往慈济医院急救，并在11时33分宣告不治。那本案将报请花莲地检署检察官详验，以厘清发生的原因。死者是一个细路选手，参加28.25公里半程铁人赛，早起9点半，游水项目出发10点15分，主办单位发现伊还未通过精皮检测，马上主动找找，最后伫鲤鱼潭北平码头的所在找到，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详细意外原因，意外还佫进一步调查。同款参加比赛选手是表示，无清楚有意外发生。大家游的都很顺利，是不是？对啊，都很开心啊！怎么会有人溺？有。结束之后有一个选手失踪，后来找到的时候已经欧卡了。啊！今天下水的天气怎么样？非常好，都好。对，水温非常好。
医师提醒，做肺体内长时间活动或是剧烈运动时阵，可能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民众参加这种竞赛以前，要先行评估家己的状况，也要做好比赛进行的暖身。那如果你没有做好暖身运动的时候，突然跳到水里面，所谓的温差的变化，就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变快。那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史的，这些族群就有可能发生意外。林伟文强调，那在比赛过程当中感觉身体无舒适，一定要停落来，千万唔通勉强，佮大声呼救，找找帮助，才有机会在意外发生的时阵捡回宝贵生命，加一份细致，减一份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高雄捷运出现通车以来上严重的故障，红线的细运站到公山，沿线的到站因为电力异常，车无法度驶。检查嘛发现讲，伫阿里市车头以北部分的路段通电的线路出问题。伫昨暗要晚9点已经修理好势，全线恢复正常的营运。真侪人伫咧高雄捷运站、细运站出口无法度入去，因是到位了才知影讲，这站怎么无营运？看大家真无奈，有人赶时间呢也真不满。什么接驳车他们不管我们叫不到进车，我们都桃园来的，太可恶了。他只有说换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是台铁之类的。高雄捷运红线A17个细运站到A21都系公园站、沿线5站，22早起要9点时阵，因为导电轨的电力故障，先是降级用局部运转，或者是单线双向通行。到10点半左右，细运站到A22清波站直接停止营运。迄当阵4台列车被清车，影响差不多200-300位旅客。在1:06分影响扩大，自细运站到公山站总共9个站拢无营运，改用公车接驳。误会的话，你要不要坐4公车会比较近一点？经过人员部巡检查，维修人员发现下行路段有一寡导电轨固定的所在松落去，并且甲列车的一电路有弄过混领，造成列车的一电路长期一个第3轨受损。部分区段第3轨的电力故障，最爱区段暂停营运。R24车站以北下行路段有部分3轨固定处脱落，并与列车集电靴有撞击痕迹，导致列车集电靴断裂及3轨受损，因而造成部分区段3轨电力异常，所以需要区段暂停营运。伫咧中顿要到10点钟了，礼拜暗8点53分，高雄捷运恢复全线通车，这是高捷通车16年来系统异常上久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超干百种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明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社会福利的支出计共是8310亿，占上济。政府扩大补助地方聘用社工，虽然补助了后，民间机构的社工起薪有37765块，阁有真侪加级，也毋过8月底统计，社工阁欠770亿的人。再来看《中国时报》，美国的商务部昨是带26间无人机相关的厂商来台湾参访，要找代工零件的厂商，包括总统府、国防部、有经济部是拢正重视。经济部嘛定出2028年1个月要来生产15000台无人机的目标。再来看《联合报》有立委伫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计划发现中。咱国伫2022年到2025年，租金补贴大约是804亿，就特别甲国家制度中心去社会主体适当的工程款872亿，差不多钱咯。再来看中央银行宣布给1%的信用管制有厝阁要买厝的人贷款是袂当有宽限期，上济阁少甲5成。外界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想要换厝的民众，嘛恐惊有人的贷款会纳袂出来。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即届的管制对压出价应该是有够力。为要互高厝价降温，央行第7摆信用管制打击房车力头，互人真意外。民间团体认为，即摆信用管制有希望压制厝价，毋过就惊信用管制提前划停。央行其实有一些信用管制，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继续进行下去。的确比较担心的是说，央行就到时候就用
明明是撑不住，但是他却用说效果已经达成了，然后取消了这些相关的信用管制，又让房市就是往杠杆变高，然后继续炒作的方向发展。民间团体认为，这摆信用管制爱常态化，才能看到效果。这摆若是唔是第一摆买厝的人，拢会大受打击。因为央行唔拿调降全台第2户买厝贷款成数到5成，无宽限期，搁提悬存款准备率。唔拿换厝甲真侪厝的人恐惊面临交不出房贷。中小型建商若是无法度有效周转资金，也可能有倒去的风险。希望政府能不能定一个落日条款，已经在进行中的签完约的呢，不受既往，给他们继续能够履行合约。针对换厝需求的民众，有专家建议，应将有售厝转嫁无房产的亲人名下，啊，不过要注意政府税这问题。未来二线地带甲已经起好的厝，有期会有继续修正。如果说呢有这个价格下修的情势呢，可能也会是这些2线地带为一个首波可能产生的状态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屋市场呢，或许呢在今年底之前呢，就已经可能可以看到一波降价的溢价的空间。有专家认为，未来房市会转做买方市场，什么时阵出现交易量9或者是未暗，都要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伫一场活动致辞的时，白讲总统赖清德把打电话去问环境部长彭启明讲，环境部无予资源来帮助病院结龄减碳。彭启明昨嘛证实讲，总统确实有打电话关心，也毋过口气毋是骂，嘛强调讲未来会甲经济部金管会合作，用保险基金的方式来协助病院减碳。因为其实总统是一个君子，他或是院长，他们人都很好，他不会骂我的啦吼。环境部长彭启明证实，确实有接到总统赖清德打电话关心，也毋过无认为是责骂。因为卫福部长邱泰源2日出席活动致辞时讲，赖清德要亲身打电话骂环境部长彭启明，认为环境部无予有够的资源，予医疗院所来执行减碳。有一次我跟卫福部跟环境部召开很大的沟通，要进行减碳。迄个电波总统就打电话骂啊，你不该再做掉，病人拢是做这个。因为气候变迁对着环境、人类生存甲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愈来愈大。国发会提出2055净零排放目标，也毋过医疗医所是用电的大户。根据卫福部甲环境部统计，医学中心一年用电量即要换4380万千瓦，全台医疗院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整体 4.6%， 比全球平均单 4.4% 也较悬。虽然医疗院所无纳入征收碳费对象，不过一定要协助减碳。投入这个碳盘查的工作，以及培训气候及永续管理师，就这2个部分呢，可能就要编列超过200-300万以上的预算。因为医院呢是救人啊，所以它基本上过去我们的确它不会收碳费，但是它必须呢在这个减碳的部门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环境部强调会甲经济部金管会合作，独立保险基金帮助医疗院所节能减碳。也卫福部也已经编列1600万的预算，来辅导医疗院所推动净零碳排。其中另外训练部分主要伫提升病院对着净零的认知，总规划10场次，预计明年顶半年以前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长邱泰源昨嘛拜会讲，伊甲彭启明2个人有真侪合作案2个人嘛是真侪党的好朋友。若是伫表达过程话讲了无好，造成误解也是困扰，伊真心来回释咧。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因为我有用词不当造成的误解或者是困扰，我在这边非常诚挚的跟我们彭部长还有社会大众抱歉那希望大家共同在这个议题上面，尤其是节能减碳、环境永续上面，也请社会大众继续支持我们医疗院所，继续朝着环境永续这个部分，大家一起来努力。再来看，因为疫情，中国禁止来台湾观光总算开始要开放了。昨透早下暝有头一团中国的旅行团，刷来第2团9月25会出发。刘委会是指出讲，因为中国目前刚来开放福建的民众来佚佗，人数是阁无到150个人，相关的政策会随时来检讨。
军方入港进前，金门县观光处已经准备好红布条甲人行人驶，就是为迎接继2025年第一日到金门的中国厦门旅游团。21个团员虽然讲是一般民众，不过好亲像不少旅行业者，拢将低调不愿受访。这个小学呢，它后。虽然落雨，2港一暝金门游行程无受影响，大部分安排参观有金门特色古迹。第一港是去水头自乐、丹景兰洋楼甲南石河公园。第二港是闽回老街、商场买物件甲无hạn街。要坐下晡4点半船帮登去厦门。我们希望这样首发团进来以后，未来的两岸的旅游能够更顺畅。其实厦门落线团是直接结束金门考察，直至首发团后卡就到。在去至5要17个福建民众申请到金门自由行，但陆委会审核，对两岸观光大大恢复交流。旅游业者拢表示，陆基市场应进一步扩大。两岸的观光旅游已经有开始慢慢的在破冰。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就是台湾这边能够尽快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禁团令呢能够解除，在两岸旅游交流上面能够朝着正常化的方向，把这个观光旅游的政治干扰尽量降到最低。我们要看他们有多少的量，再来决定我们这边的政策。是目前看起来，这个量都是非常少。陆委会指出，政府欢迎中期来台旅游的立场无变，不过中方到即摆只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金门旅游，而且目前团客甲自由行人数不到150人。对比今年1到7月，已经有158.5万国人去中国观光。相关政策看两岸整体经济变化慢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将邀请日本、印度和澳洲的领袖，伫德瓦拉州的处理举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届同款有讲到台海的问题，嘛，搁再批评中国伫南海扩大影响力，恐惊会危害到印太的和平。美国总统拜登迎接贵宾，和印度总理莫迪一路车马上甲拜登握手。美国时间2日，拜登伫德瓦拉州的厝内邀请日本、印度、澳洲的领袖举办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拜登上任了后第4届举办四方峰会。因为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定期特别交集，外界认为这届峰会是4个国家望就出来维持紧密的合作。Friends, हमारी बैठक ऐसे समय हो रही है, हम किसी के खिलाफ नहीं हैं। हम सभी एक रूल्स बेस्ड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ऑर्डर, संप्रभुता और क्षेत्रीय अखंडता के सम्मान और सभी मसलों के会谈时，四名领袖除了讨论甲中国的外交关系，嘛讲到台海问题，表达出对中国的威胁，还有迫害稳定的活动有同款的烦恼，嘛呼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拜登甚至是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咧替家己争取外交空间来增加国家的利益。China continues to behave aggressively, testing us all across the region, and it's tru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Asia, and the Taiwan Straits. It's true across the scope of our relationship, including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issues. 为了强化海洋安保的合作，4个领袖宣布，在2025年会进行4个的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包括和澳洲、日本加印度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尊定驻兵。另外，阁提出扩大印太海域意识倡议，在除了峰会成员国以外，嘛要甲东南亚加亚太其他地区国家，做伙提升海洋安保甲救援的合作。除了看到峰会，各国领袖嘛分别举办双边的会谈。拜登甲岸田文雄会谈的时阵，双方嘛阁一摆强调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决心，而且在研发保护 AI 人工智慧、半导体这领域，会继续合作发展技术。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黎巴嫩的真主党昨早起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粒的火箭弹，这届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BB扣的爆炸事件。真主党嘛强调讲，因会展开无限期的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落伫咧以色列北部海法地区的城区，这是真主党为了要报复以色列最近对着黎巴嫩连续用 BB 扣对讲机引爆攻击，也个伫咧黎巴嫩几个地区发动攻击，造成包括资深将领阿齐尔，也个妇女囡仔在内真侪重大死伤的事件。阿齐尔敌人真侪，
敢若是要掠去的赏金就700万美金。伊涉嫌1980年代伫贝鲁特攻击美国大使馆，甲海军陆战队营区内面杀害几落百位美国人等事件，互美国通缉。伫阿吉尔的个别室，支持者大声喊美国去死。真主党讲，以色列针对的目标拢失败，因过去3天的攻击，要互以色列日子歹过。لقد دخلنا في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معركة الحساب المفتوح。真主党讲，因拍的是军事目标，这个攻击互真侪人惶恐闪避找所在味。以色列军方讲，自2日礼拜暗到2日礼拜早起，差不多150辆火箭弹的攻击是对着平民大的所在，攻击大部分拢是来自黎巴嫩境内。יש לנו מטרה להחזיר את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ל בתיהם בביטחון。虽然国际社会希望双方拢退让一步，不过两边拢伫咧离地威胁要加强跨境攻击。联合国担心，黎巴嫩有可能成做另外一个加沙，中东的情势愈来愈危险。美国总统拜登讲，华府将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争扩大。欧比亚讲，因正关心中东局势的变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去年的10月7日以下冲突发生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展开大规模的攻击，已经造成38000个人死亡。有不少加沙的难民是表示讲，因逃亡的时，什么拢无查，敢若早厝邻的锁匙。因讲希望有一天会当个平安回去厝邻。不管到迄倒位，53岁诺法尔拢揸2罐锁匙，一罐是家己伫加沙北部的厝，另外一罐是阿公阿嬷伫以色列南部的厝。诺法尔讲，伊阿公阿嬷伫1948年互以色列军队赶走了后，都无法度回去。这罐锁匙即马只存纪念价值。为去年10月7日以下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已经夺走将近3.8万条人命。诺法尔甲太太甲人的囡仔也开始逃亡，因是先到中部城镇，后来佫逃去拉法。拉法总共有上百万的难民。不过今年5月，以色列军队开始轰炸拉法了后，诺法尔只好佫逃亡，因逃到南部大城甘尤尼斯。最近是去到以色列政府所指定的人道救援区域穆瓦西一个临时起的简单的布棚内底。إذا هذا المفتاح بده يضل ذكرى في ايدي لازم أنا أرجع أفتح فيه باب داري وأرجع بيتي في الشمال وما بدي بعد هيك شيء وبديش أطلع على أي دولة بدي أضل في غزة بدي أستقر أنا وأولادي في غزة في بيت。诺法尔讲，每一摆逃亡拢要应付通拖甲困伫山地顶悬的困扰，有时阵伊是伤过热，暗时佫伤过凉，所以常常破病。对伊来讲，第一摆逃亡是上辛苦的，因为伊爱离开家己亲手起的厝。不过早锁匙逃亡的，毋若是诺法尔，也佫逃到穆瓦西的马赫迪。伊讲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时阵，伊根本无顾遐尼济，只查锁匙、厝的权状甲7个囡仔相片簿啊。不过即卖遐相片簿啊，正做到会煮饭的材料。محتفظة فيها أمل إن شاء الله والأمل في وجه ربنا إنه نحن تاني نرجع على بيتنا وإني أرجع أحطه في باب البيت من أول وجديد. لهيك محتفظة فيه وكل ما بشوفه بتذكر بيتي بتذكر داري يعني إنه لسه الحمد لله موجودة وبضلني أدعي وبصرح كتير بقول يا رب نرجع على بيتنا من أول وجديد ونعيش حياتنا زي ما كنا بأمان وباستقرار ونكون مرتاحين زي ما كنا بالأول。57岁法亚德身躯只有一张查某囝的相片，甲家己10岁时阵的相片。伊讲真希望当初就选择留伫厝。افتح الله مثل يعني امل يعني ان شاء الله بيرجعنا وبنرجع على بيوتنا وبظلها ذكرى يعني صح انها ذكرى يعني حتكون ذكرى سيئه انه حترجع مش حتلاقي بيت。根据以色列讲法，加沙居民伫战后用转去家己的厝，只是毋知影什么时阵战争才会结束，而且真侪厝早就被摧毁，损坏严重。公司新闻新闻报道。再来看纽西兰一个技术，去年的2月，西式型的飞行机在印尼巴布亚的原住民飞去当地山区，没想到降落了后，这个技术互武装组织来绑票，其他人是互绑回去。这个技术封关超过1档，经过印尼和纽西兰政府的交涉利益，人已经互绑出来了。
一个野顶头毛有一点仔长，穿着是湿水衫的查甫人，就是受到绑票19个月纽西兰技师梅腾斯。去年2月，伊开一只小型飞轮机，载5名印尼巴布亚原住民飞去巴布亚山区，煞伫降落了后，受到当地叛军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绑票，其5名原住民先客是互叛军释放，一直到1个月2日，叛军才释放梅腾斯。Tadi saya telah bertemu dengan pilot Philip dan berbincang-bincang sedikit. Pada intinya, pilot Philip saat ini sangat bahagia karena dapat menghirup udara bebas setelah sekian lama ditahan oleh KKB. 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过去捌是荷兰的殖民地，在1962年，荷兰殖民政府退出了后，原本按算要独立。煞在1963年，联合国想要把其中西巴布亚主权交予印尼政府。1969年，在联合国监督一届有争议的投票了后，互并入印尼的领土。了后的50多天来，当地是一直发生冲突。主张巴布亚独立的团体甚至指控印尼政府发动种族屠杀，造成超过50万名的原住民死亡。今年38岁梅腾斯获绑票了后，叛军要求印尼政府承认巴布亚独立。最后，在纽西兰甲印尼政府几个月和平谈判之下，叛军才答应释放人质。Well, after 594 days of the capture of him, we've got him free, and I have to say it's enormous relief, and his family will be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I believe. He's in Temuka in Papua right now, but he's off to Jakarta very, very soon to be reunited with his family. 在研究梅腾斯的过程，印尼政府捌在去年4月派军队去巴布亚地区找人，却受到叛军埋伏，造成至少1名士兵死亡。国际新闻台是董北英。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真主党的成员 BB 库伫17、18发生连续爆炸，造成超过30个人死亡，3000外人受伤。以色列总统今仔是否认讲因甲爆炸案有关系？佮讲真主党的敌人真侪。再来看美国阿拉巴马州当地时间21日半暝发生一件大规模的枪杀案，有几个凶手提枪向民众来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17人受伤。当地警方是调查表示讲，这案应该是有人伫背后在杀人。再来看开风台摩羯扫过越南的北部、辽国、泰国和缅甸，落大水雨嘛造成淹水甲水崩山，嘛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哦。有几啊百万人有路无厝，伫缅甸就造成384个人死亡，阁有89个人失踪。咱继续来看高速公路局检讨去年高速公路的事故报告。去年计共是有46630件的事故，前3名的车祸原因，第一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再来是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哦，阁有乌白切车道。这个月7日，伫国道3号中部路段，一天就发生2件重大交通事故，其中伫彰化河滨路段，也有小客车驾驶送医当伤不治。高公局公布去年国道事故检讨分析报告，发现国道交通事故件数为110年的32865件，每年清悬。去年佫到46630件，年增17.58%。因为我们年度的交通量成长大概在1.2，但是呢，去年大概增加3.6，交通量增加，你事故件数增加，大概是呈现一个正相关。去年国道事故件数当中，第一万类的事故，就是造成人员当场或者是24小时内死亡交通事故，年增9.43%。为统计数据当中，也发现重大车祸事故，大部分发生在暗时10点过后到隔天透早6点。高公局推测原因是这时间车流量少、车速紧，驾驶开分心或者是放冷。去年国道事故的前3大肇事原因是无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无注意车前状态、加乌白换车道或者是方向。有时候会因为说前面的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刹车哈，那它其实会往后一直传递到最后面，会造成一个很巨大的急刹哈，这个就很容易会引发这个追撞的事故。高公局透过工程管理、宣导执法甲监理等四方向做改善，也个导入 AI 侦测出口交流道塞车，望降低国道事故，互用路人平安上路、安全回去。记者综合报道。
加州赛车的事故同款个直接发生，台湾安全驾驶监督人员甲加州赛车受害的家属，按算要伫立法院的这个会期来推动修法，望讲加州赛车弄死人会当来判7档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另外嘛，要求讲政府都要提悬汽机车强制责任险死亡的大伤金，对200万提悬到500万。你有喝酒吗？一点点哦，慢靠边哈。酒后赛车案例愈来愈多，各种理由是800款。警方哪查可疑的车，就连脚踏车也拢查落来，因为酒后赛车人的无重视，毁的可能是一个家庭。很累。有喝点酒，下班有喝点酒，骑脚踏车 OK 吧？骑脚踏车也不行呢。今年1到8月出地酒后赛车38783件，肇事死亡人数至少39人。不过根据统计，最近5年全国检察官订结的20多万酒后赛车犯当中，累犯3.6万人。法院判决酒后赛车致死重伤有罪人83人，平均刑度是18.3个月；酒后赛车致死有罪人322人，平均刑度是37.8个月。对受害家属来讲，刑度是有完不够。这个上面所限制的天花板拿掉，也就是酒驾致死案，我们要求修法处7年以上到无期徒刑酒驾致重伤残者，我们要求处5年以上的这个刑期。酒后赛车累犯的问题严重，加上这期刑度太过轻。安家民甲受害家属共同倡议，要求政府提悬汽机车强制责任险死亡大伤金，为每一个人200万提悬到500万。另外，也要求修法严格处罚相关无期徒刑，将有效协助酒后赛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会这款法个死刑实现案，刑法法庭的判决引起社会真侪关心甲讨论。国民党的立委洪晓平伫立法院顶一会期提出宪法诉讼案的修法，要求大法官总额就要有15个。这会期搁再提案讲，大法官判决要有2/3以上同意才准通过。也毋过，民进党的总调瓜界面是批评讲，这根本是破坏宪政的体制。宪法法庭最近做出废死刑释宪案的解说，各界也真关注国会这款法案的释宪进度。也那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伫立法院新会期，搁再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甲目前大法官现有的总额2/3以上参与评议，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做出判决的规定，提悬到爱2/3以上的同意。以现在只有1/2的大法官做成决议就可以去推翻一个法律条文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严谨度是不够的，拉高大法官的同意门槛，基本上可以就是更具有民主的正当性而不是会有少数的大法官那么就可以做成主导。洪晓玲顶会期就提出宪法诉讼法的修法，明定大法官现有的总额就是15位。那2版的修正草案拢顺利三读通过，代表未来宪法法庭至少要有10位以上的大法官参与评议，而且要有7位以上同意，才会当做出释宪的判决，甲暂时处分的裁定。因为有7位大法官任期10月31日届满。总统府进前提名的7位人选，由原等待立法院行使同意权，那准拢予封杀，等于是剩的8名大法官暂时无法度进行审理。当然，宪法法庭是停摆嘛，那整个宪政制度破坏嘛，这种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我奉劝国民党要回复到一个社会民意上面来看待，不要凡事难易斗争，做报复性的行为。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呼吁国民党团卖政治操作，指出若互宪法法庭停止，这是破坏台湾宪政制度，未得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团是强调讲，洪晓玲委员的提案敢会得做优先的法案，搁等待党团大会进一步的讨论甲确认。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市文山区的麦新市场改建案已经讨论真久了，最近有30来里长联署抗议哦，因不满讲本地要先甲市场刷到中心停车场，也毋过都发局煞规划讲要伫中心停车场起社会主体，也毋过哦，有市场的打商是认为市场一楼的安全无问题，目前哦无必要停起。伫台北市木沙区的木新市场启用到今超过40档，因为二楼的绿离子相关，最近天棚的区hiệu放落来，改建的议题讨论真久。市场处提出四边包含中心停车场等真侪所在重置点的选项，不过都发局煞变预算，规划伫中心边面停车场要起社会主体，引发36名的里长联署抗议。轻重缓急而言，要以急迫性者为优先。文山区的色彩已经够多了，那民生所需这么的急迫，为什么不能够考量先来做中继站？里长认为讲，无适合的地点代替进前，中心北面停车场无适合做别个利用，规划应该以中正市场做优先。都发局是表示，热心中正市场相关的意见，会请市长处来好好评估，看能到都市计划部分会提到都委会讨论。居民以及里长所提出的相关的意见，对这块土地的诉求，我们都会把它纳入这个都市变更案的公展期间的人民意见，来作为后续审议的参考。不过实际行去木新市场，摊商认为讲一楼的安全性无问题，无愿意盘耍，也强调目前提供的中继站选项空间拢详细，会影响到生意。1楼跟2楼的建筑是不同时不同材料，所以2楼有问题，1楼是没有问题的。地点目前都跟我们现在市场的地点小了很多，那势必就是要牺牲某一些人。我们在这边还有10几年可以用的权利，为什么要提前10年来损害权利的？委托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去做结果耐震的一个评估，要看鉴定结果报告出来之后才会知道要怎么样的一个做补强，或者是后续要怎么处理。市场处表示，为了确保公共使用安全，针对木新市场建筑的状况，已经委托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办理建筑结构检测的鉴定，按算是10月底完成，稍后会看结果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虎头蜂生团的季节，伫花莲的玉里有农民伫敲土的时，去敲到虎头蜂箱，规定蜂就飞过。加在这农民使的是新型的敲土机，车门是关甲摆，才无代志。一大阵的虎头蜂一声就包围农民甲冰土机，因为蜂箱就藏伫残花的草仔内底，就马只的虎头蜂受到惊走出来，上去咧找攻击者算小。当然会怕，会有点起鸡皮疙瘩。大概有200-300只哦，比篮球的大一些，大概这样多。嘿，因为它长在那个我们田埂，它跟它坐在田埂这个杂草这个位置，因为火力过的时候有震动，它会吓到会跑出来这样子。为了安全，农民赶紧用冰土机甲蜂收到互暖。虽讲蜂群一直想要攻击，不过落尾无成功就散去。之前有农民因为使用巨型无防护驾驶舱的冰土机，互虎头蜂攻击来受伤。好佳在即卖机具会当做到充分的保护。早拢有浪芳，即摆拢有蜜蜂起，拢有连起啊，有连起拢正常的，嘛影响嘛有咧。因为也有机器的防护，所以说不怕，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以防万一说下一次我老板来杀荞麦种子的时候会叮到人。农民强调讲，每一年7月到11月是虎头蜂结做蜂下季节，要注意蜂箱，并不是拢伫树顶，也有可能伫土堆内底。工作的时避免穿金色的衫，若拄到虎头蜂，要赶紧离开，唔通甲因攻击，卡免有较侪蜂群来围攻。记者综合报道。庙边学校常常拢有老树啊，有一款老树的志工，因专门带社区的民众四界去寻老树啊，来了解树的状况，嘛找出照顾老树的方法，嘛教大家要安怎来保护这老树啊。老树志工带民众去看老树，这丛悬有15米以上的胡桃树，伫嘉义县中部国小内底已经有104栋的历史。为了让社区的民众认捌老树的历史甲照顾的方式，中部国小配合嘉义县政府举办老树巡礼的活动。会使让阮在地人知影遮的树啊，年纪有偌大，然后会使好好啊来照顾因，还会使搁活较久咧，活较比阮较久安尼。来到遮观赏的时阵哦，拢会当甲伊
保护一下吼，予这个生命力更延续中部高速讲，这张老树若陪伴学校的师生，嘛是真侪在地人伫这读书时的重要基地。除了甲相关单位配合保护老树，嘛希望为这张老树开始，替社区甲学校的师生带来环境教育的合适机会。只要我们这些老树有什么所谓的生病或是什么问题的话，那地方上大概会通报我们农业处，那我们农业就会请专家学者大家一起去看，做后续的因应跟处理。老师甲囡仔其实嘛希望讲，会使伫咱这个规个咱这个老树的边啊，这个雨豆树的边啊，来做一个森林花园的步道，那是希望讲会使甲学校的一寡学习的活动来做结合。甲机关目前定期管理的老树有811丛，甲机关农业处指出，老树较常会拄到的问题，除了树啊破病甲天灾以外，有时阵嘛会发生民众无意中的迫害。相关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甲民众去认捌老树，嘛会当合适照顾老树的方法。记者林慧玲家己报道。来看国立台湾博物馆去年开始做一寡台语的教材，今年嘛规划课程教学校的老师，还是讲台语的家庭，用台语来解说生态，嘛提供各种动物甲食物台语的名词，咱嘛做伙来了解。章鱼背吉他，但是大家爱注意，这个头尖尖章鱼的头是圆的哦，你若看这个头尖尖的，拢总有10支脚的，这是透抽。运用刀卡解说透抽甲塔克外形差伫咧刀，嘛结合海洋的语题来上课。这个刀卡是以海洋做主题的台语教材，是去年国立台湾博物馆找学校的老师做伙开发的台语教案。自日台博馆和台湾台语老协会合作办理教师演习营，开放予有兴趣的学校老师甲一般民众报名参加。希望讲咱即个案除了是讲会当教遮的即个政治的教师，因安怎教囡仔，嘛会当讲有兴趣，即马伫国校内底，教册的老师，有兴趣，嘛会当来接触，熟悉即个教案。互因有机会会当伫即个台湾全地即个国校内底，拢做伙来推广。像我本身是家人，阮家人就是海洋的城市，所以会想要互囡仔较接近海洋，所以想讲看人较专业的人是安怎来引带大家会当安尼一步一步豆啊来。另外合作开发台语教案的台博馆指出，会想讲来开发台语教案办演习营和夏令营等等，是因为博物馆本身除了有真丰富的文物甲线顶资源，因上大愿望就是互这些资源通永续循环，变做咱生活中的一部分。规个文物拢是为咱生活内底发展出来，其实阮上尾嘛是拢希望，或者发展出来这个文物，拢会使个转来咱的生活内底，甲人之间有新的关系。老师的部分，互因来参加，互因知影讲博物馆甲台语之间会使安怎运用。台博馆表示，虽然教师演习营的名额有限，不过因和学校老师开发的台语教案，拢有线顶的档案，开放予有需要民众使用。希望讲，唔但囡仔通伫学校学台语，家长嘛通透过教案甲囡仔哪算哪学。记者卢尚珠、柯敏杰台北报道。台东的9月是国际湿地症月，一份国际科学期刊的研究就发现讲，新冠肺炎甲湿地症有关系。也毋过，咱国内专家分析指出讲，这份研究的对象拢是重症的病人。也毋过实际上新冠肺炎并无直接造成湿地症的患者增加。人体的功能会退步，可能是因为老化、脑中风、阿兹海默症等其他的因素。新冠疫情恐吓伫秋冬季节决定来，这项国际科学期刊上新的研究发现，有65%新发生湿地症甲新冠肺炎有高度关联性。国内医师也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人常常血栓无正常、脑部功能受影响这问题，就算好以后，也可能会产生认知功能下降，增加得到湿地症的风险。假如说新冠病毒到严重到肺炎的时候，这样血氧过低，血氧过低以后，叫脑部跟着会缺氧啊，这两者都会造成比较长久的一个功能下降，造成这所谓的血管性失智症。医师分析，在这11项研究当中，总共收限673人，9成以上是大年病人，认知功能障碍会较明显。另外，伫260个新冠重症患者当中，出院了后半年甲一年的总体湿地症发生率分别是10%甲15%，也比对照组甲毋是重症的新冠患者较悬。
往往很多家属都没有发现病人有智能下降，当他得了个重大疾病，那种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的话，才发现宝宝马上不对劲了，搞不好他本来就是个阿兹海默症，之前就有病。医师强调，新冠肺炎无直接造成失智症患者增加，人体功能退步，也可能是因为老化、脑中风、阿兹海默症这个因素。所以提醒民众注意是不是记忆力衰退影响生活，可能是早期失智症的警讯，应该较紧去看医生检查，才袂错失医疗介入的黄金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比利时北部一个讲荷兰语的庄头，对14世纪开始就有家庭会收容照顾精神障碍的患者，让因会当亲像正常人生活。本地正特别的照顾模式已经制度化了。去年嘛，正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障碍患者西维亚住伫比利时北部赫尔的寄养家庭，甲因做阵过正常人的生活。有当时斗相共拍衫做家事，有当时正欢喜的唱歌画图。这是赫尔700年代接待传统，正差不多100位精神障碍人士住伫咧志愿者的寄养家庭。I was a year old when my parents and I came to this house,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living with patients. You get used to it. For me, they're actually like sisters. My favorite thing is playing with the Playmobil monkey and doing the dishes. And I like the two cats when they sit still. 西维亚大的这个家庭，也有另外2位寄养共伴，上早来瑞尼已经踮要到20年啊。这伫咧赫尔唔是什么特别的案例。当地人甲精神病人共存的历史，上早会当追溯到14世纪。伫咧遮，无人会对患者的焦虑偏向过节，细细念大惊小怪，有人一大就大几60年，甲寄养家庭正紧密的连结。Succes van de gezinsverpleging volgens mij, dat is die warme nest geven. Geen instelling, geen grote gebouw waar dat je ingeduwd bent dat je een nummer bent, maar waar dat je echt het gezin kunt meemaken. Niet alleen zijn. En Julien ook niet. Ik ben eigenlijk alle dagen blij dat hij thuis komt van het werk. Dat wij gelijk kunnen gaan eten. Dat is bij mij de meerwaarde. 社工业的定时去访问咨询，评估患者的情形，向医师小组汇报。寄养家庭每收容1位患者，就当收到1个月1200欧元的补助。不过，多一寡人适合这种体制，也要事先先评估，亲像是妄想症会有安全威胁的就袂使。而且这几年来，因发现有真侪住伫咧寄养家庭的患者，因的病情有愈来愈好。 Over time, peopl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sychiatric treatment find a new second home and really relax. We can even progressively phase out certain medications. The program allows people struggling with serious mental difficulties to lead as normal a life as possible within society. 赫尔这么讲做对精神障碍患者上优先的所在，除了有基础的照顾体系，也鼓励患者参加社会。 去年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来看水中运动哦，伫澳洲是愈来愈受到欢迎。一寡烦恼讲脚头舞会着伤的高龄族群哦，会来做这款运动。那多次向庄脚所在嘛，拢真受到欢迎。有人就形容讲，特别真做是澳洲的全民运动咯。 Keep it going, everyone! Come on! 教练热情带动上课气氛，学员伫游泳池内底对教练的动作训练，拿打水、拿牙细肌教练。这是澳洲东南部的小镇伦马克一款水中游泳的课程，学员当中有真侪老人。So it just gives you stability and friendship and a bit of a laugh. 研究显示，水中的阻力是陆地15倍，而且水中运动唔但会当消透压力，佮会当加强身体柔软度，真适合观察受伤或者是较食偏无爽快的人做。疫情了后，真受到澳洲人的欢迎。Pre-COVID, everything was around a 50% attendance mark, and now you're looking overall around the 82 across the board. 疫情过后的时代，大家愈来愈重视健康，真侪城市的水中运动课程拢是客满。这个流行也影响到庄脚地区。 巴莫拉高区的民众为着治冠节炎，走来洗车爱半点钟的伦马克小镇参加水中游泳的课程。Although we live just out of Barmera, we don't mind the travel because the benefits outweigh.
It's not just looking at cardiovascular fitness or strength or balance. It's looking at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having a purpose and catching up with people. 根据澳洲皇家救生协会统计，目前全国约8成游泳池都有开相关的课程，嘛愈来愈侪青年投入，那就已经变做澳洲的全民运动。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